好，大家好，又翻嚟出 PAD 啦。340嘅音樂聲先，定係閂埋我？對啦，嘟聲好，翻嚟啦 ，Zero 啊！前一次咧抽中咗一隻、兩隻、3、4、5、6、7、8隻，8隻咧，今次嘅標係呢隻，係啦，試下呢隻可以應該搭到嗰個黑長尾玩，想試下咁樣搭啦。咁其他啲就冇要求啦。啊，真係咪富雷啊？係啦，試下咯，一抽咁抽嘅，咁就抽到就收檔噶啦。好似唔知點解我聽到音樂特別大聲，想同大家分享下抽單嘅喜悅。9抽啫，石頭唔多啊。咩隻啊？唔係呢啲啊，但係我冇喎。佢好怪，好嘅開始啊，冇就係好嘅開始啦。第2抽暗啊，冇法子啊，都好似 OK。好，第3抽嚟啦，出嚟啦！哦，人妖啊，好多人妖啊！啊，又係呢啲咁嘅衰嘢，開格咯，開一格，抽少一下添，好，繼續。就剩叫做咩？夫婦啊！握手，快啲返屋企。第二隻係咪可以自己碌自己啊？係咯，2隻自碌都好啊，可以試玩。跟住繼續嚟啦。哇！又雷姆，第2隻啊！喂，大佬，自己裝備自己啊！一齊40%，好似冇乜用。4回合2後貫通，自己可以係咁碌喎。5回貫通洗版 ，OK 喎，自己碌自己。抽晒人哋想要嗰啲，就冇自己想要嗰啲。上一個版嚟㗎係嘛？點解咁嘅？劍聖係咪唔係呢個版嘅已經？好似係呢個版㗎，我都冇劍聖。點解？哦，呢度 ，Oh my god！我未有劍聖喎，即刻唔畀我，大鑊啦！返嚟啦劍聖，光啊！光先係宿命，原來
光光地，光光地，唔係你啊！咁點算啊？點算啊？有得買喎。有買得一粒石，估你唔到咧，就係咁即興買一粒石。咦？唔係喎，我仲有2下免費抽未抽？仲有個月任喎。頂，又要礦，點算啊？頂 PAD 就係呢個問題啦，冇空間啊！玩到長期冇空間喎，咁樣點算啊？夠啦啩？好，月任啊！有冇新嘢㗎？咦？有新嘢？是都是騙人的。好，第10日呢個係咪必定7星？劍聖回家，劍聖回家，劍聖回家之類啊！劍聖啊，好少有啊！求男不要女啊！求男不要女啊！係唔係你啊？人妖啊！人妖王，仲有一抽啊！再唔中就要放棄啊！留返少少啲月任石嚟14週年啊！話晒都14週年啦，玩咗14週年啊，好恐怖啊！劍聖啊，第一次求啊！劍聖，劍聖，劍聖。